来看国家太空中心是甲屏东县政府合作举办第2届的台湾杯火箭竞赛。除了这高中生会使报名以外，即摆呢，搁来增加大学组甲社会组，当然外籍个学生嘛通来报名，招民众做伙发挥创意来设计火箭。火箭对天顶冲去，少年朋友替家己的火箭加油。去年头届台湾杯火箭比赛，吸引全国超过600位高中和大专学生参加，最后有15队进入决赛。因设计的火箭今年7月底伫屏东旭海成功发射，今年第2届比赛制度阁升级。国家太空中心甲屏东县政府宣布，除了高中职1公里组，阁申请加大专3公里组和社会3公里组。有很多人，比如像我这个年纪，从小的梦想就是可以合法的射比较大致的冲天炮，我们让这件事变成是完全合法合法合规。然后我想很多人还有梦想所以我们特别开放社会3族。国家太空中心主任表示，参加的团队爱家己设计斗火箭，推设系统统一使用太空中心提供的，确保安全和公平。今年有入决赛宾科10中学生来记者会现场分享比赛感想。因讲虽然今年表现了无介理想，但是第2届会阁改良火箭，一定要达成目标。把整个火箭的设计架构都搞懂明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火箭能够更成功的把它回收回来。每个孩子、每个同学都把他们所长在那个升空的那一刻完成梦想，真的是让人家太感动了。第2届决赛定伫明年7月，地点同款选伫旭海火箭发射场。学生组前3名有5万块的奖金，社会组冠军有10万块，佮提供材料的补助。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府邀请全国对火箭有兴趣的朋友到店报名参加。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